这我们水库的鱼啦，这保证哦无头皮的啦，无头皮啊，没有污染的，最干净的，没土味，没污染哦，最新鲜的。对，我们桃园的活鱼最好吃啊！啊，这个要炸过吗？要炸过吗？要炸过。要拍到你吗？这边砂锅鱼头的部分呢，就请我们我们的玉兰的朱主食来那个出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这边哦，来看一下呢，这是我们磊园活鱼餐厅带来的糖醋活鱼。以后啊，要炸好了，啊，现在淋酱汁上去。我们这个糖醋鱼一般卤，外面都番茄酱。那这个是什么鱼？草鱼。草鱼哦。对。它这种巴豆的去掉。改花刀，就是炸起来就这样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开辟这第4道，早期活鱼只有3吃，这是第4吃，已经开始了。早期3吃有哪3吃？是豆瓣鱼、红烧鱼，还有鱼头汤。这是第4吃，第4才糖醋啦，新的做法。对。我们可能拍不到。量要多少？它淋上羹把它浇上去，它全部沾到了酱汁才会好。对，我们切成像松鼠鱼状，就是希望它的菜比较味道入味。要入味啦哈。对，因为等一下3.0，等一下会看到3.0，3.0没有刺的哦。哦，没刺的，去刺的。对，等一下是没刺的。哦，我们的市长哦，变成。